有消息称，中国当局正在东突厥斯坦建立新的集中营，这是中国对东突厥斯坦人民实行系统性种族灭绝和同化政策的最明显例子。据克里米亚新闻社报道，2022年10月4日在东突厥斯坦拍摄并在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了新营地的建设。视频显示了在东突厥斯坦为维吾尔人建造的巨大营地。尽管中国当局已宣布这些设施为中国病毒隔离中心，但有人认为这些事实实际上是集中营。根据世委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消息，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里坤艾莎被总部位于德国哥廷根的生还受威胁民族协会给予荣誉会员，以表彰他对维吾尔人权的勇敢和不懈努力。他在这里参加的一个小组的演讲中谈到了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以及他为什么在巨大压力下继续他的活动。我自由的生活，我可以而且必须做点什么，我有道德义务为维吾尔族种族灭绝做点什么，多里库内莎说。中国国家主席、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周日在中共20大开幕式上表示，解决台湾问题由中国人民决定，中国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武力的权利，将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习近平16日在北京说，未来5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他在讲话中强调，听从党中央，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指责华盛顿试图延长乌克兰冲突时间，并通过台湾问题向中国发出挑衅。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表讲话称，西方国家正在致力于将类似于北大西洋公约的组织体系扩展到亚太地区。他说，乌克兰的局势表明，美国正是试图延长这场冲突，确切地说，他们正在主张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正在对维吾尔人进行系统性种族灭绝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他们将制定提高出生率的政策，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我们将建立提高出生率的制度，实施积极的国家战略，应对人口老龄化。陆秀社欢迎习近平的话说，专家指出，中国在1980年至2015年间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是导致出生率下降的最重要原因。在澳洲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德国总理尼尔兹主张对欧盟进行改革，以便为接纳新成员做好准备。尼尔兹强调，一个由27、30或36个国家组成的统一欧盟将拥有超过5亿公民，可以在这个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欧盟现有27个成员，目前欧盟内部的大多数决定必须得到一致通过。